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甲上海的双城论坛，今仔日正式来登场。这是疫情后的第一届，嘛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就任了后第一届的双城论坛。蒋万安强调讲，双城好，两环好，而且以江河行舟，也就是伫咧江河行驶的船来形容两环的关系。阿手阿了，佮用手机翕相，前差3天，台北、上海佮在一边举办实体的双城论坛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出记招呈现伊善意，上海市长经济要特别选一个东方滨江大酒店、上海国际中心，面对面沟通。这个地方是2017年柯文哲出席双城论坛的地点，也是过去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、胡锦涛时代相当重要的会议场地。另外，陆方也派出了上海市副市长华元来做主持。超越规格，显见非常重视。作为疫情了后头一摆，嘛是蒋万安任内第一场的双城论坛。那中国迄边提关规格，蒋万安嘛强调5摆，双城好，两环好。双城好，两岸好，我们愿意对话，愿意在不平静的两岸关系之下，能够找寻可以对话、可以共享的价值。和蒋万安安全牌的论调来比，经济的两环论述立场就正明显。两岸同胞血浓于水，手足情深，要和平，要发展，要交流，要合作，是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。民族复兴，国家强盛，两岸中国人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。两岸关系恰如江河行舟，当然不应该是过尽千帆皆不是，但是也不应该一厢情愿地认为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是讲这句过尽千帆该不是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敢有特别的意思呢？必须要正视现实，因为仍旧有许多的挑战在眼前，我们必须共同努力，克服各项的挑战和困难。从前一天的会面赠礼举行晚宴，还一起到江边漫步欣赏夜景，蒋万和公正互动热络，也希望透过今天双城论坛面对面的实体交流，能够更进一步的实践人民福祉，用和平对话的方式，让两岸能够务实发展，创造双赢。华视新闻陈真、刘君南在上海的随行采访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